这。哎，你长得真美啊！你也很帅啊！真的吗？那你对我的印象好吗？帅哥，我喜欢。真的吗？哎呀，这么多人呢！没事，开始吧。哎，要不你把眼睛闭上？闭上眼睛。你闭上嘛，我要给你个惊喜。惊喜？惊喜好。你闭好了吗？真闭上啊？好了吗？太好了，你再等一会儿哦。准备好了吗？咦，哪儿去了？这丫头跟我玩捉迷藏。我钱包。幸好钱包里没钱。我的手机。